来看昨台铁连续发生暴力事件，有2件拢是旅客拍车长。台铁总经理王辉生早起开记者会谴责暴力，宣布要甲警方合作启动护车专案。若发现旅客有造成安全疑虑，就会强制甲伊带落车。 台铁一天内发生真侪件乘客不法的行为，其中有2个列车长去拄到暴力攻击受伤。台铁公司23早起临时召开记者会，除了正式谴责暴力行为，嘛提出改善的措施，佮宣布会甲铁路警察局甲地方警察来合作，随时启动护车专案，提高见警率。跨辖护车的方案，那也让路警的一个各所。 的同仁可以来加强到列车上护车卫哨。根据台铁公司的统计，今年以来已经发生3件乘客攻击的暴力事件，包括4月12有1件，5月22有2件。其中花莲列车长去予旅客扇嘴皮，苗栗323A 列车长去予啉酒醉的人客扇头甲巴肚。对于乘客这种不法的行为这么多，台铁产业工会嘛提出相关的诉求。 台铁对于密录器现在的使用规范要求高度的严格到员工完全不敢佩戴，也不敢答应说要佩戴，所以我们认为台铁应该要尽速来拟定合理而且让员工真的用得到的密录器的使用规范。台铁表示，2个受伤的列车长拢已经出院，目前长期休养。台铁第一时间也已经表达慰问，尾也会协助同仁提出法律的告诉，经费也会专业处理。若是未来是不是让第一线执勤人员炸放新的物品密录器顶，当日甲第一线的同仁来讨论使用的管理规定，会以这个方向来努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